镜头来台中的巨业交通，因的公车伫去年9月份的时有弄死一个大学生，互台中市政府冻发了后，台中市政府嘛收回300号公车的经营权，收回3个月。因啦，台中市政府即马表示，伫收回的这段期间，业者有改善，违规嘛有明显减少，所以已经同意业者会当恢复出班。 公车网站和民众上落车，台中市巨业客运公车去年9月因为弄死东海大学女学生，互收回旗下300路，营运路宽3个月。元旦即天宣布复开，民众看法无同。就3个月那个新闻过了就过了，但是那个人命就停在那时间，我觉得3个月太短了。那我觉得如果说他要符合，然后议员这边有在追查、有在把关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 巨业交通305公车去年9月2日暗时经过中区对立川东街到外中山路时无做好停看开，直接弄到行地的花条线的女大学生，造成一死一伤。市府除了动罚业者120万，也收回台湾大道黄金路线300路路宽3个月。交通局调查这段期间，巨业交通和民众投诉行车安全案件，甲违规案件收入下降。 面顶行车安全已经改善，经台中市汽车客运审议委员会审议决定，同意业者伫元旦即天复开。持续的教育训练嘛，这一定基本上的嘛，然后还要邀请警察单位在进我们现场指导嘛，然后还有在路口稽查这个部分，都派人去做这样。近3个月，居业交通人民陈情案件涉及行车安全件数，稽查机关提供居业交通违规案件数皆有明显下降。考量居业交通行车安全已有改善。 决议自114年元旦返还居业交通300路营运权。市府强调，虽然同意巨业交通300路复开，不过意外继续观察业者行车安全改善情形。若发现重大行车安全的事件，会评估再收回路线营运权，也要求全市客运业加强公车司机教育训练，确保大众运输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